係我第一隻養嘅狗嚟嘅，咁佢嗰陣時就喺寵物店買翻嚟，而妹妹咧就喺 CM 度領養翻嚟嘅。望下鏡頭先啦，妹妹。其實唔同，我又唔覺得有啲乜嘢特別嘅嘢唔同，反而我覺得佢領養翻嚟嘅狗會更加純啲咯。係啊，因為可能佢真係苦過咧，佢又冇，反而冇呢隻咁調皮，我覺得。有少少比較野性少少嘅會係，但係俾啲耐性其實 OK。領養嘅狗係 OK 㗎，佢哋都會好乖咯。其實，因為始終佢哋曾經唔開心過、苦過咧，都有人錫佢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會好珍惜。會知道咯，佢哋會知道咯。每日放工翻到嚟，佢哋會好，無論你係乜嘢情況下，佢都會好熱烈咁樣歡迎你，係令到你最開心嘅。有啊，我自己本身養咗2隻狗，先至開始打算要個小朋友嘅。小朋友而家20個月大，咁佢同2隻狗嘅相處都 OK，咁我亦都唔覺得小朋友同狗係相處唔到咯。其實我覺得有冇敏感呢樣嘢，其實好睇個小朋友嘅抵抗力咯。咁我又覺得你自己打你隻狗打你得好嘅話，其實我唔覺得衞生上面會有啲咩問題。咁反而從細開始教育小朋友去愛惜動物係一個幾好嘅我覺得幾好咯，咁樣會係。我諗最緊要係考慮清楚自己嗰個將來嘅計劃係點樣，同埋你自己個經濟嘅能力係點樣。狗仔細個嘅時候係真係好得意嘅，係好令到你有個衝動，好想去擁有嘅。但係當你擁有咗之後，你要照顧佢嘅起居飲食啊，你話易唔易，話難唔難，但係你要付出嘅時間同埋愛心係真係完全係可以媲美你湊一個小朋友。我覺得，咁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你其實諗清楚究竟自己想要啲乜嘢咯。你真係要有對佢一個承諾，係會照顧佢一生一世，你先至好去買隻狗咯。即係等於你想要個小朋友嘅時候，你都會諗清楚自己係咪真係可以負擔到一個小朋友，你先至會生一個小朋友。因有自信，所以美麗，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親你，不管身世。唔買領養，功德無量。請妹妹請。新年快樂！新年快樂！